我哋係珠灣聯盟，歡迎光臨。眨下眼就嚟到行程嘅第3日，今日我哋冇景點行程，主要都係食同埋買，所以今日會係輕鬆嘅一日。當日我哋一早起身，打算先去咗24小時營業嘅家樂福道掃貨。不過去掃貨之前，我哋就去咗麥當勞醫咗肚仔先。我揀嘅呢杯蜂蜜奶茶幾好飲，包類就正正常常啦。最欣賞就係其他地方嘅麥當勞朝頭早都可以食到麥樂雞，如果香港都有咁就好啦。另外我哋仲加購咗個環保袋，一陣間掃貨可以用啊。午飯時間我哋又嚟到台北車站附近嘅 Waza 度食嘢。講真，呢度嘅意粉同埋鬆餅都係我同朱大人好中意噶，就係不知不覺之間成為咗我哋兩個每次嚟台北必食嘅餐廳。今次人多啲嚟台北，可以試多幾款嘢，但係我同朱大人始終都係情有獨鍾意粉同埋鬆餅。食完嘢，我哋就去咗位處於台北站前地下街嘅李怡餅店，買我由細食到大嘅鳳梨酥做手信啊！鏡頭一轉，我哋就嚟到晚飯時間。今晚我哋食朱老大介紹嘅臭臭鍋啊！呢間食店嘅座位唔多，但係價錢親民，難怪大受本地人歡迎。我哋等位都等咗差唔多成個鐘啊！店家仲提供免費嘅茶水同埋自助嘅調味料，不過就限定最低消費每人一鍋，2人共享一鍋嘅話就要加80蚊台幣，而每一個鍋仲會跟一碗白飯，絕對係大件夾抵食啊！有一樣嘢要注意，呢度始終係用明火慶住個鍋嚟食，如果同行要帶小朋友嘅話就要小心看管啦。呢一個係朱大人嘅沙茶魚頭鍋，一上台就已經聞到好香嘅沙茶味。個鍋入面除咗有主角魚頭之外，仲有其他配料，好似金菇、豆腐、高麗菜、腸仔、貢丸、鵪鶉蛋、魚餃等等，真係非常豐富啊！重點係湯頭嘅調味恰到好處，香濃而不鹹，仲帶有甜味，十分推薦。至於我呢個麻辣鍋，入面仲配咗烏冬，湯頭唔係好辣，調味就不過不失啦。青蛙老爺揀嘅海鮮豆腐鍋，主要嘅海鮮食材就係蝦，而朱老大所揀嘅大腸臭臭鍋，望落湯頭同海鮮鍋差唔多，不過我冇試到就評唔到啦。小食方面，我同朱大人極力推薦麻辣魚蛋，魚蛋嘅質感爽口彈牙，而且煮到入晒味，又香又辣，正啊！食完晚飯，我哋諗住去買甜甜圈食，點知排隊期間又俾朱大人發現咗有生煎包賣，佢二話不說就買咗一個嚟食。朱大人話新鮮出爐嘅生煎包好好食，皮薄餡有足料，仲有豐富嘅肉汁添啊！最後我哋買埋天下第一脆嘅甜甜圈，就返酒店休息啦。嚟到行程最後一日，今日我哋決定帶屋企人去試我同朱大人已經食過2次嘅品帝皇蟹火鍋，吃到飽。今次再幫襯，海鮮同埋和牛一樣保持到水準，而且新年期間一樣冇加價，呢樣都幾難得。至於詳細嘅食評我就唔再多講，大家可以去呢一段片度睇返。食完嘢返去酒店，臨出機場之前準備寫埋明信片，仲有畫埋呢一塊 puzzle， 畫好咗之後就可以貼喺酒店大堂是但一個位置。希望下次再返嚟嘅時候，塊砌圖仲喺度啦。最後寄埋明信片就出發去機場啦。4日3夜新春遊台北嘅遊記圓滿結束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敬請期待下一個旅行嘅遊記。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中意呢段片，就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拜拜。